新竹母语推广协会举办读册会，这老师是用台语介绍大脑的运作甲情绪的关系，教大家安怎来控制情绪，互大家唔但学到知识，嘛加捌真济咱平常时也罕咧讲到的专业台语思维。听人讲话，比如讲伊足艰苦的，你着咱一般人安怎？你有啥物好艰苦？人我比你较艰苦，我着无你爱啊，对无？随跳安尼，伊艰苦，你绝对是咱讲感受是主观的，无对啊毋对。这场读册会用全台语的进行，讨论平常时安怎甲人安慰，安怎关心家己的情绪，来了解大脑的运作甲情绪的关系。以前拢无这个语词，所以讲阮即马就是爱甲这个词拢甲讲出来，嘿，无这个语言就会台语就会失去。比如讲疗愈，也是讲一寡大脑的，就是讲大脑，比如讲有皮质，吼，搁有脑干。透过专业的台语，互大家来学平常时较少接触到的台语用词，连敢若会晓听、袂晓讲的民众，拢来报名参加。我想多学一些语言嘛，然后闽南语也是通用语言啊，多学习是多好一点啊。想要了解讲咱台语内面的一寡俚语，互我更加了解，会当教囡仔。主办单位新竹母语推广协会参新竹县政府共同举办读册会，分享实用的观念。现代人生活压力较大，嘛教大家安怎调整家己的情绪。较早的人生活较简单、较放任，毋过即马就是资讯足侪，所以人会感觉有当时家己会拍无去，毋知影家己去想想要爱啥，这款状况你都无法度做家己，所以讲阮用安尼陪伴的方式，大家来做一寡练习吼。活动当中，嘛爱大家找一款动物来譬如，用台语来自我介绍，认捌家己。来参加的民众，大家拢讲，虽望时间短短啊，毋过大家用台语开讲，过程中嘛，互家己的台语变甲更较连长。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。